创世基金会发起募款，要执行限时食130个计划，写送一罐年菜，也有日常用品去互弱势者，互因好过年。不过因为今年过年较早，加上经济虽然有较恢复，不过爱心捐款并无增加，这阵善款也阁欠5成左右。这基金会就呼吁社会做伙做爱心，捐款帮助弱势。 过去创世基金会会举办限时围炉活动，开几千桌互弱势家庭来围炉，但是受新冠流感疫情影响，已经停办4年。这几年改送福袋啊，送到弱势家庭厝内。 照顾一个植物呢，植物人1个月大概平均要5到7万，好，所以这样子的一整年的经费其实是非常庞大的。创世基金会、华山基金会、仁安基金会今年按算传14000份福袋啊，互家友、食物钱、单亲家庭这款弱势者。福袋啊内底有小可下小就通食的年菜组合、红包、日常用品，但是目前捐款的状况并无理想。 可能疫后之后，很多企业都会觉得，景气复苏啊，应该大家会去 take care 社福团，可是可能你这么想，我这么想，可能大家就退了一点，所以导致这样子的善款有一些受到影响。基金会表示，疫情过后，虽然民众感觉景气复兴，但是基金会的善款来源却减少。今年过年较早，时间较赶，加上送到厝的服务需要更较侪人力来负担，这拢是挑战。基金会表示，到他专案募款进度只有5成左右，因呼吁社会关注，斗阵捐款做爱心，互弱势者伫咧过年期间会当感受到社会的温暖。记者龚李卓凯台北报道。